称江山定情，为拜君恩红楼失情。崇祯教日后期口人，人言传记因为爱情。4个年4起，上片台词白茶让你一来看《白富美拿单山穷猴记》。相当于突然要拿许仙发配苏州，家差皇上阿子许仙趁杭州啊3日3夜，船已经到苏州昌门外头太师码头停歇。船老人打下来人，穿下铁板，客人全部上岸。我发规则，皇上阿子许仙忙正至5院衙门，但5院衙门拿公文交拨5院大老爷。再拿封信拿出来，说大老爷来看看。5院大老爷奇怪了，公文相当于到苏州，蛮正常，那还有封信，我搭里不是亲眷，说你一定要看看，事关重大。哦，那么5院大老爷信拿开来，拆开一看，犯人的家记簿。李三郎么活生子，看5记耳光比老头子，下头小青青比吊坠子。托那犯人没把事体翻看犯人会得通家记簿，厉害！遇到家记簿进来前腔发后人，身体欠佳，吓得不管拿许仙入堂，马上拿许仙发落到西江一再公馆。皇上拿子回文到北房里说：“些许啊，该打5月大来要到淮海，不让你相当于棒棒也把你吃屁股，吓得你半死。现在拿你发落到西江一再公馆，这个苦头呀，你吃不了。”皇上说：“这边怎样反击？是个，我来带你出去买新纸信封，叫文房400。你到那北房里写封信。”我3日3夜杭州回转杭州，关键到阿家家父想办法拿那一再公馆搬出来。都是皇上说，皇上到底要喝，马下新纸信封叫下文房400，许仙北房里向一封信写下，交拨皇上3日3夜回到杭州。拿搿封信交拨人民办，人民办读拨老高小听。大娘哭得死去活来。为啥么兄弟分到阿叔堆里向去投诉？那龙达子比赛公馆里向做小比赛，西江一赛公馆，好听点叫一赛公馆，不好听叫比赛公馆。里向吃不脱剩下来人侪有，有桥头三阿吊水口二公公石大老三吐血死过，有二吊子翁不头生三过。还有出国王上门人少追星，受出队里姜太公吃不罢根生，与当不杀阿成，与南京阿头刚把阿你扶起来噻，小八位阿是小老头按来日怕弄我得里阿菜困不醒阿伯，还有刚啊阿舅。西江一在公馆一大老爷一本正经入堂，比赛公馆里还有比赛大老爷，两旁边24个一叉，对浪向铺把一张。身浪向设备养在来财人说呀，脚浪向铺啊，水里向一根铺背带，拿许仙压上来，问过年龄、习惯、看过相貌，刚才关在边浪小比赛好脱两句，5月高超说你别好，说听，你好好许仙，你大老爷也寻到你，哎呦不能好。看上去这个杭州人许仙5月大老爷的亲眷，凡子才大概得来记脱2日的，那么回文交拨5月高场，让你笃定去并办5月大老爷。该搭的比赛公馆大老爷关在些比赛，好法还好，安区总归要搭里安区脱。一个些比赛过来，小徐啊，是，跟我来，是，到啥地方？扶梯的角落头，应该的旁边，一是婴儿，一是围着。小徐啊，怎样？那是该搭的困觉，
许仙昨日大袋里向一口没，啥么子啊？怪在我困了该搭底下，这个里向馋死得不得了，上才没被子，我困了上床下去觉。大嫂啊，我与上铺真还爱睡哟。上铺啊？是。你碰上地上，你来吃股市大菜个，你当初来理由不想个。这个嘛。哦，地浪向啥法困？不能爱吃的。哎呀，别当个龙两困台上铺铺。哦，你去我哪来？什么子？我不得来拿得来。碰上地上一自家拿铜钿出来买个。什么子？台上为铜钿买了哈？是法。搿么身旁边还有铜钿呢，但是有了海。临出门的辰光呢，阿姐推推步步塞拨我个。现在我袋里向拿出来5、60个铜钿，哪去？搿杭州人派头蛮大，买2捆台上也帮我5、60个铜钿。辣搿个年代，5、60个铜钿还买5、60捆台上，不是铜钿。搿300欧西，到外头2个铜钿买至4捆来台上，多来几十个铜钿，搭玻璃箱一扛，2捆来台上地浪向一剁3血啊！那台上买得来铺铺困觉吧啊！哦，来，啥么子？哪来？啥么子拿得来？都晓得谁呢？都来铜钿。是。不干。做什么？你不要拎不清爽啊！你该得有规矩，外头买么子强，里向买么子贵，都知铜钿，不讲贪个。哦哟，这样举得了，搿么举么谁举着哇？也没办法。那么眼睛弄个台上，地浪向铺一铺平，打得来只板凳，台上对浪向一摆，自家个人又是台上对浪向一坐，难坐下来读上刺痛了啦，哭。到吃饭辰光倒蛮难嘛，外头喊出来，喂，吃饭噻！本来在肚皮里向副觉上我不要，本来自家一喊没，这你的饭总归要吃个完。那么来起身来，摆在外头一盖一口没，哎哟，搿人得来得个多，7、8个人一个人圈子，随地一下手，台子凳子侪500个。那么眼睛过来一看，该大的个人圈子啊，人少点，只有5、6个，忙着里向一家，还是地浪向一坐。刚刚坐下来，上头嚓啦多了一把块银，搿块银手里向一拿了拉走里头，搿间花板板里向不知吃点啥哇哈。好玩呢，一个小比赛得出来只豆芽蔬果，搿只蔬果看蛮大，一看勿灵，半只蔬果盖老浪，半只蔬果盖500个，往正人圈子当中一放，半只蔬果盖小开，肉气蹦啦蹦啦。哦哟！许仙一看，没难翻看看干花棒棒里向，吃完的蔬果了这样哈，不知啥么子喂，忙着里向一列一块骨头，饭吃个喂，耶，一块零，哎呦，闷臭血血，碎脱着喂，耶，哪会有半只粽子了家哈？搿个啥么子家？顾家不对，我还吃个，快一动么？哎，我真不要吃了！哈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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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没法吃，有句老话讲：干花子吃三鲜，样样侪有。蔬果里食得来，塌得来，推得来，呛得来，总共往正里向剁一剁，所以搿只蔬果叫中毒。内呛饿得连点汤侪喝过，许仙叫不习惯。一日天不吃门灶里来，还要脑子上竹块里半只水粽子，嘴巴里向上。再说啊，味道呢哈？大叔，为何？叫肚皮我不吃菜哈。葛么搿点小比赛等辣该搭做点啥个事体？哦，蛮忙个。两船来背去，夜里向开讲，500事体。脑子摊饭旁，摊饭来出去摊饭。新来小比赛，你都要起码上，先要用硬弓。啥叫硬弓？今朝呢，杭州人许仙带进来，身上行头蛮黑，蛮新，皮头铺盖也蛮灵光。上去一个头皮，啪！来上去屁股上啪一夹，行头拔下来，皮头铺盖打来换一个。旧个当然换新个，
身老动地全部擦出来，心法叫擦布。那么外头还去吃点么子，但是这个朋友发来说，5元大拉要个清酒，不还用硬弓，只还用后弓，偏离个动地。两个三比赛血头蛮好，其实分20虚岁事体，主攻好，哈哒哒哒奔进来。小雪啊，做什么？今朝2如来20来背起哇？我不会的。不会，怎么呢？名人代替吧。哎呦，跑得不些，代要动地个。说代为动地了哈。提供。是。哎。有时候挖出来50-60个动地，哪去？我写出了结棍，一句句话，一声5-60个动地，紧张个动地还在。上上地门再一来打来的，小雪。做什么？今朝要你20来开讲。我不会的呀。不会么害人家的。好吧。动地拿得嘞。说爷动地个哈。哪去？那么那个小比赛稍微平平心呀，你想玩5-60人，850个动地，日里想来，夜里想哈哒哒哒哒一来，小雪啊，我忙着的嘛个，做什么啊？今朝也是来看看。我不会的呀。不会么对呀。好吧。来呢？爹爹妈妈，你都带一来子哈，搿许仙还不是死人呀？玩一道是一道么？实讲下去是我袋袋里向动地侪本独子来完结个哈，搿是该算个本独仔。什么啊？啊？做什么？一动地来规矩啊。摸鱼脸。什么呢？摸鱼脸呀。动地没得？打真摸鱼的脸。看上去有事才把你做过，再要做不出来，咁么还打你讲清爽哦，小徐啊。身边动地没得噻。是啊。咁么老子打你讲，今朝夜里向开讲不是来2-5呀。哦哟。打你屡屡不相信人开心的呀！那个小比赛开上做讲，2个老比赛分开上做讲，一个苏嘴阿大，一个羊嘴阿二。苏嘴阿大想，别人讲得我现在公公总归要做事体。那个许县杭州人该子5月大来要排队不得了，娘困呀困，实讲下去会来塞了。我给他其他人，我反讲闲话的，为啥你起来？是眼睛望正角落里，只看见个羊嘴阿姨呀，吃子的吹嘛是，拉大茶堆里呼啊呼啊打混。这种事体要接力气讲，哎，阿姨呀，哎，醒醒！话日文那个话日文。人家吃饭在门前等，吃剩鱼肉鱼骨头，我就回来亲亲弟兄们，他们吃这个熏熏醉，我们吃这个醉醺醺，叫莫到花子莫出息喏，倒是俺穷人的后门啊路，啊你呀那叽里咕噜啦咕点啥？妈妈压得我是小狗，一瞧，他那会死得几了，羊嘴小的，哎呀，为压得我不能够困得没还困，那汪啷汪啷黑心我，还有啥个事体？头面的虚岁呀，真的不这样呀！但是你给他来，你也困，也困，一个人搞把你困活着，你乖在你起来，运动运动，3分3气，晓得？羊嘴按你这种事体起就。喉咙塞背上，哈哒哒哒哒，奔达扶梯跟吹。小雪，出来！哦哟，搿许岁女的该打的难嘛，实在难嘛，不知也是啥个事体喂，人打在外头一口没。哎哟，也好得了呀！只看见两样干花子，搿种腔的哈，身浪向扑吱啰嗦，啥姐姐？我但是说。原来是2位花郎，说不是？也是夸子给他的干胡子也来害呀！这个给到啥人不害你上来的？但看不出2个来到了呀！原来是2位来到。不是想也开那个笔？什么叫开笔？吃上我！哦哟！丫头啊，这个我上次本来是我不欢喜拿来睡，非要拿让我睡我上次。不是个，这个人胡皮皮，我欢喜硬胖硬。
哦，那扬州人欢喜俺，搿么呢？我苏州人欢喜咸菜。我来水，水上水活三次，新进来些比赛北呀跟你都两高头。现在苏州阿都过来，小许啊，真的？你看看你搿搭的人侪蛮忙，你一高头就花潇洒，伢困呀困啊！我搭你讲，自家不来个，一家人家侪要把你困活个，那么呢？今朝我虽然我嫂子让你去做点事体，哦，我告诉你听啊，我苏州阿大，苏州城里向名气啪啪响，出去他一次饭，560个铜钿发转来，嘿嘿，那真是为跟上我众先生三生有幸。哦哟，那么我个先生思想比较开放，不把水。我既然虽然我嫂子要拿我自家的本事传承给你，哦，这个还叫传承，懂？我叫传承了哈。哦好，来听下，你不要看太饭，不容易个。要点三家嘛，出去太饭首先要掌握个特点追路，不能等的都吃，等的都吃，别人家一看叫700干花子，不会可怜呢。哦，追路一定要啥个？黑夜出版，嘴巴里还要来两句南腔北调。哦，你非看啥南腔北调？比开篇难唱。有啥个难得啦？里向有3眼一般水底饭，还有腔板了。我得打退了嘿嘿。听下啊。是。来最大高路上看见别人家老板娘。又是两里个相公啊，搿声蛮难弄的，声音要往里向呼进去，难看得穷卡富来，富卡子天，但蛮好听的。啥么子啊？蛮好听的。是啊。你阿会了？我不会的。把这出来还是我来唱给你听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再改一遍：穷卡富来叫水底饭，富卡子天抢白阿会。我不会的呀。没会讲，聪明面孔笨头上，我讲得后堂堂的李不会。阿姨呀，看上去不来也难来。妈妈，我是昂派的金砖，他吃不起。你就简单点，马马虎虎干干的，晓得了？我来试试看。小雪啊，做什么？你丫头个么事情比较难学的，比较深奥，我出去也会便当来洗。比较爽快，叫做拿只蜡皮龙拿出来。蜡皮龙啊？你把他高路上看见别人家老板娘。大老板，我有讨病对吧？我不会的，难听啥子？喂！哎呦，有看副灵光喂，鼻子举起来这位，可是再讲副还是也吃上我这位，威廉，你这林福清少我打那个，记住喂，我搞定那门槛。是。我打那个，我个门槛3代祖传。我把一位3代祖传摊贩功夫，不要开小差。听好，玉手链，你们走到街上，把们要来为你娘娘他们叫起来。你们大街大巷不要去走。小街个小巷都开，开到不人家的后门不成关。你当我动，我菜单么打出来。这不是推吗？小车老不懂，这个不叫推，这个叫顺水起羊。我不会的。这个我呀。哎呦，副灵光也吃上我这吧哈。威廉。我打你个老实点啊！既然你喂，我打你拿身行队出来。太肥我有行队了哈。
还有个新发叫公主服，每人一身，新进来些比赛要送要换。那么杨翠阿姨夫妻角落头，脚趾龙嘛，灰尘不得了，来大人搞搞开，啪啪。小徐啊，是。你不要小看这身行头啊。哎，里向名堂蛮多啊。哦，来听好，叫这只小红包，不是一只小红包，戴在头上一只乌纱帽，一块洋巾，身穿大红袍，一根来草绳，玉带围腰，一双瀑布鞋，乌竹条，一个八头叫许宝本，一根竹头叫姐姐高。我都在推了哈，可许是一看搿种行头，我怕扎起来个，扎在身浪向会像人个啦。我不爱穿，什么事？我不爱穿。要西瓜菜出来，公主娃不肯穿啊！你怎么拿？我才深岁时了。财神？你倒还蛮好，把你想出来。小曹老师老手，行头倒蛮灵活，一看就是大陆内。好个，那么你记住财神。是的。听好。给到摊贩帮摊贩来弄好，马上出去试试看。是。不能报告。受了。报吃伤我。哦哟。去吧。那么实在没办法，手里向左头一拿，一只摊贩来，搿只手里向一插，马上外头去。搿许是作孽，但是手最介绍摊贩做比赛呀，而且打出来嘛，家家打生地，眼眼看生人，一个人侪不认得，一道路追嘛，一道路拉出眼里。哎呀，哭了。
神谁？别的那许谁让谁对追？后头有2个小比赛欧家跟踪，2个小比赛风格都来要出名。张浦新来杭州人许谁太太为难为人家累他，一路跟踪，也累捉吃上午。2条龙堂下来看看许谁的没来人，一日之后弄为了害了，不这样的笃定非坚定的，所以并把一头来要去，我不规则。那么许谁那哈呢？一大路太肥，搿里哪太得上呢？最过来一看嘛，哎哟，搿个3位人3点个上货，忙着一家人家大人家门口头有浪向来等一坐，坐子下来嘛，读上个课，课带二模样一看，辰光差不多子，搿么呢回转去吧。搿来里向1个里才分摊着呀，这样回转去非不吃啥物个。不知哪把就想出来个，嘴里想得巧，摸出来5、6、10个铜钿，忙着来的想擦啦一倒，介绍摊贩贴本了，还只有许谁子。现在辰光一大路回转来嘛，大家伙排排里向，2位来的，我君回来的了。小徐要回转来着？是。第一次出去生意啊，轰隆轰隆啊！那突然之间，你自己看吧。呀，最按你一看见是块布头里向5、60个铜钿，我先生出去只别个是样的，你会得许谁自家身边摸出来？哎呀，为小徐乖乖龙天洞不得了啊！第一次出去要饭就打我先生平起平坐，这个看上去呢，天生就是个摊贩了。我想想你啊，为天生就是个摊贩人了。既然你有这样的本事，先生上来2只种子。哦哟，林哥吧哈，搿个2只种子是海个。拿过来嘛，吃单这个嘴巴里向味道也灵啊哈！其实许谁呀，那个人笨个，啥子么？男身边边有铜钿呀，你出去摊贩嘛，再一看看500人看见么？那随便小个么子，买点吃吃么，随口点半大皮子呀。就啥个许谁来着头呀？你摊贩太混脱子，才分享着。现在2只种子吃下去嘛，哎呀，总算大皮3位半点子。2位来的。啊？谁进门我也去20位的了。对个，蛮辛苦个，早点休息，明早再去上班。是。啊，去吧。那么呢，回到自家搿只房间里，台上对浪向一困没，准备困觉，不晓得飞来飞去，那个一夜天哪困得着呢？回点上班了浪想，也是我许谁单子收走，整个摊贩让我摊下去着。可是我传出去家里为还做人个了哈，可是不来讲，也是样办法。啥个办法嘛？哎，但是样子，啥他们带收罪来之前了，阿只要帮我封信，说你扛了身边边，但是收罪实在不来，你可不去对看多阿说王永昌。对，搿么是啊，明早我要去对地实行。如今在浪向，天刚刚蒙蒙亮了，不困着，眼睛起来嘛，人大带外头。2位来的，哎呦，我也去1位了。小赤佬打早了还哈？我晓得你说你到1位要出子味道来。这个嘛，我当年讲有句老歌，叫太子3年饭，果然不想做的嘞。哦，要去上班的？是。今早早点走来。哦哟，搿许先生你的走来啊？对不起哈，我今朝随便拿不走来走，哈哒哒哒哒哒哒，忙着外头出去，走一段路，得回过来看看。为哈？今朝背地500人跟踪我来，是不是心里想要定心结鬼？那么我要去对地实行嘛，但是苏州呀，刚刚来了，路才不熟悉。再还没拿寻个人问信，现在辰光早了呀，2旁边个店家侪分开门了呀，所以一大路浪过来，一看嘛，哎，该他店办南后店，带了探视班准备开门子哈，所以眼睛上来，这位地主。请了。这个屋头啦等生意，听见声音，哦哟，生意来着，开门生意蛮客户，没事一放，别客气。请了。出门的大青来着，一根摊贩网逛了逛，逛了逛。我生意要分上门，摊贩上头门，啥个名堂？喂！
这部亲来在哪想得出摊贩上头门，差过一个，差过一个。我要眼先夸菜，看见我手里向拿根做的打子木来摊饭个哈，炒得个馒头呀。弟兄，老太，我不是来演饭的，不是来摊贩，拿脑子摊饭帮摊贩来啥摊？我来问一个信呀。来问信？是。问到啥地方？快点讲，别人讲也上市在。我要到内外间陆家阳大圣堂怎样做法？南外家陆家行大圣堂。是的。哎呦，这是大名鼎鼎王永昌王老板的。别当个，该打过去不有难听哈啊？那我水煮个搿点龙堂一直到底，雨水周围。预定叫大闸会的。大闸会的在周水周围，谁是灵公郎的？灵公郎的到南外家陆家行大圣堂哈的。玉手了。是啊是啊。都是了。别讲。谁知与你再为了。别再见啊！说这个美的为再见绑在地上，打吧，快点绑。是，是谁不走身来，走这两步？哎呀，一想不对，你刚刚老讲，大闸会的，走个位灵公郎节，灵公郎节，但从来分听见些个问，是啊，让我再来去问仔细看。好了，点走身来嘛，地区清了。我老百姓不落眼西瓜绝对不能再见，那也来着呢哈。我往龙福东到那云南，这个还那也来着。我也分你够清楚的。你讲起为分门清爽，我当然讲都数得清楚不？方才你讲，这灵公郎节，这是什么节啊？什么子？灵公郎节。那手指半日啥个叫灵公郎节不懂？是啊。哼，光不但是一落魄摊贩，聪明面孔笨犊子。搿点上啥不懂？我不当然讲，一直过去周围叫大闸会的。是啊。大闸会的周水周围谁是三闸会的？那么三闸会的还是大闸会的养出来，所以叫灵公郎节。是俺个灵公郎节。懂了。搿我们哪弄得清爽呢？对你妈妈，你到说不定人讲闲话，单蛮有义气的。谁知们我讲懂了。懂着最好着。与你再会了。别再见着。也是快唯一再见行得是个，你快点办吧，小强呢？小强多一家门那么那须先定心，按照老板指个路一大路拉过来，大概到的南外家陆家行，现在进来对对一看嘛，3个字：大圣堂。带着。哦哟，说我点到的啦，3开间门面也在点，边浪向唯一开间门面也在行，哪大夫懂着呀？阿叔啊，你上去自家开只野菜店，边浪向还开野菜行呢？你不是自家搭自家抢生意嘛？搿面现在辰光，我阿爷到店里向去。别子，上去你看身浪向呢，搿种抢的，手里向拿根竹头，到店里向去将来一把先生先下个样，所以马上边浪向一开间门面，野菜行过来，对着门口的一看没奇怪，上去么只看见来得浪向了。怎么还有个人来了那大客冲？搿一个人嘛，动儿不是样动儿，后记不是样后记，不知啥人哇？啥人？哼！你谁把我想看？该到王永昌店里向个小儿叫阿西，阿西啥地方人？国家国色，有个说的叫富上区，啥叫富上区？也是富姓人，娘是上水人。养么养了居庸，叫富上区。你书里向阿西是湘西叔，那叫湘西叔，也是湘西人，娘是富姓人，打2句苏州闲话，所以阿西讲个闲话，你个味道搭别人讲不一样。几岁？18岁。王永昌店里学生意按我建议5年，那么按谋事分了。那5年还分谋事，过去叫活3年帮3年，6年再喊谋事。你翻看个阿西，人没长得不人气个，不隆咚黑漆漆，有辰光白天拉拉的，嘿嘿，等了大圣堂对老板是忠心耿耿，脚跟回到屁股浪上，张开眼睛要望到闭上眼睛。不容易的，
这样对年龄气质莫黑，对老板这样忠心，那么王永昌阿不里哈去？呵呵，王永昌苏州城里向出名叫刮金母子，阿西拼子面这样马力，要了，就说王永昌你做得出，这把阿西一点点好嘛的。那么阿西心态不平衡，人也讲道理。我对你老板这样忠心，这样毛利，你老板对我个善意，你还要付出一定的包容。那么我心里向还平衡点、适宜点。你把我对好嘛的，我又不是一家头过日子，要来这些，屋里向两个人养我养活。娘一直困到床浪向几年，爬不起来。日日要吃药，我要去茶包里吃。最近个兄弟嫌疑官，还要哪是分光，非常故障病，肚皮大得半死像条帮，饭菜进度进上吃多了，事体做不动，要看我一家头去养活里头两家头。你老板王永昌帮我对好嘛的，我哪开心？现在市面上么子侪老涨高，这个我举不来的。那么侬还要动动脑筋。本来你没得你兄弟，侬哪还开心着？动啥个脑筋？嘿，蛮好，考虑脑筋。那王永昌是个黑客。吝啬，搿么你试试看。你上有政策，我下有对策。我要考虑你老板同弟，走去养活两大兄弟。所以王永昌店里向有个阿西，你别看个阿西，倒是对屋里向两兄弟好得不得了。六子同弟养活两个兄弟，王永昌也算出卖的，不晓得你弄脱的同弟大不要紧。马上有个人来对地施行，挑难发王财，那么许是要来对地施行，无为继续。